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。在我们开始今天的健康分享之前，我想请大家先闭上眼睛，想象一下，当你在深夜沉睡，呼吸平稳时，你的身体里有一个器官，正像是一台永不停歇的高级滤水器，在黑暗中默默地为你工作。没错，那就是我们的肾脏。在长达8个小时的睡眠中，肾脏从未休息，它不断地过滤血液，把我们体内积累的毒素与代谢废物一一排除。然而，当你清晨睁开眼的那一刻，你的身体其实正处于一种微脱水的状态。经过一整晚的消耗，水分流失了，血液会变得比平常更加浓稠。想象一下，如果血液是像车流一样在血管这条大路上行驶，那么早晨的血液就像是塞满了重型货车的繁忙路段。这时候，肾脏的过滤工作会变得异常艰难，压力倍增。很多人的晨间习惯其实正在悄悄伤害这台精密的机器。有些人一起床就急着喝一杯浓咖啡，或者为了提神猛灌冰水，甚至前眩不喝水直接出门。这些行为无疑是在乾河的土地上又撒了一把盐，不仅加重了肾脏的负担，更降低了它排毒的效率。你知道吗？肾脏每天要处理多达150到180公升的血液，而到了60岁以后，这项功能会自然地走下坡。如果我们不懂得在早晨温柔地唤醒它，长久下来，身体可能会出现腿部浮肿、夜尿增多，或是莫名的疲劳感。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以便第一时间收到我们为您准备的最佳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您是否正在收看这段影片。如果您觉得这些内容对您有帮助，请在评论区输入数字1。如果没有，请输入数字0。接下来，我要跟各位分享6种神奇的晨间茶饮，它们能帮助肾脏减压，让你的身体开启清爽的一天。在谈到保养肾脏时，我常听很多长辈说：“医师，我知道啊，只要多喝水不就好了吗？”这句话对了一半，但也漏掉了很重要的一部分。水确实是生命之源，它能维持血流量，帮助肾脏过滤废物，就像是帮道路洒水清洁一样。但我们要明白，经过一夜的呼吸和排汗，我们流失的不只是液体，还有身体的平衡。早晨的第一杯水，我始终建议大家要喝温开水。温水能温柔地激活你的消化系统，改善全身血液循环。更重要的是，它不会像冰水那样让血管突然收缩，造成肾脏的瞬间压力。然而，单纯的白开水虽然好，却缺乏了一些关键的助手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的肾脏正在对抗发炎，或者正在处理长年累积的氧化压力，白开水就像是一个普通的清洁工，它能冲走灰尘，却没办法修补破损。这就是为什么在许多传统医学的智慧中，会利用大自然的草本植物来泡制茶饮。这些草本茶含有丰富的天然抗氧化剂和抗发炎物质，它们能深入细胞，给予肾脏更深层的呵护。接下来的部分，我将详细介绍几种简单又有效的茶饮，它们不仅仅是水分，更是肾脏的营养补给品。如果你觉得自己最近总是精神不济，或是感觉排尿不顺，或许这就是因为你的肾脏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，而我们需要更有力的方式来回应它。首先，我要向大家介绍的第一款茶，它的主角在很多人眼中可能只是院子里的杂草，那就是蒲公英。别看它小小一朵，在草本医学的殿堂里，蒲公英被誉为尿床草，这可不是在开玩笑，这代表了它强大的利尿功能。为什么利尿对肾脏这么重要呢？让我们来做个比喻，如果把血液比作道路上的车流，那么肾脏就是这条路上的交通检查站。当我们摄取过多的盐分，或是体内水分滞留时，这个检查站就会塞车，压力大到几乎要崩溃。
而蒲公英就像是增开了更多的车道，它能自然地增加尿液排出量，帮助身体把多余的钠，也就是盐分带走。当这些多余的盐分和水分排掉之后，肾脏的负担自然就减轻了，血压也会跟着变得平稳。更有趣的地方在于，蒲公英的不同部位有不同的神奇功用。蒲公英的叶子利尿效果最强，非常适合早晨用来启动代谢，而蒲公英的根部则对肝脏的修护很有帮助。我建议大家可以尝试这样泡：取1茶匙前造的蒲公英叶，放入杯中，倒入约250毫升的热水，盖上杯盖浸泡约10分钟。这段时间你可以静下心来感受茶水的香气。不过我也要温馨提醒各位长辈，虽然蒲公英非常天然，但如果你目前正在服用医师开立的利尿剂药物，或是肾功能已经有严重的受损，请务必先咨询你的主治医师，因为它的利尿效果真的很好。我们不希望造成过度的脱水。保养肾脏就像是在照顾花园，我们追求的是平衡，而不是越多越好。只要每天早晨温和地喝上一杯，你就能感受到身体变得轻盈，那种沉重的浮肿感也会慢慢消失。接着我们要聊聊第二款茶，它的来源是一种让很多人敬而远之的植物前麻。如果你在野外不小心碰到新鲜的前麻，皮肤会感觉到一阵火烧般的刺痛，这也是它名字的由来。但神奇的是，一旦将它采收并晒前，那种刺人的锐气就会消失，转化成一种对肾脏极具亲和力的药草。为什么我会特别推荐前麻茶呢？因为肾脏最怕的东西之一就是慢性发炎。发炎就像是房子地基里隐隐约约的湿气，虽然一开始看不出来，但它会悄悄地日复一日地腐蚀掉肾脏的微血管网。而前麻茶正是一位出色的抗炎战士，它含有丰富的营养素，能帮助减轻体内的炎症反应。在一些小型的科学观察中，我们发现规律饮用前麻茶的人，体内的肌酸、肝系、creatine 水平有机会得到改善。肌酸酐是衡量肾脏过滤功能的一个重要指标，当这个数值下降，就代表你的肾脏过滤废物的能力正在提升。想象一下，这就像是帮你家那台用久了的滤水器换了一层新的滤网，过滤出来的水自然变得更干净、更清澈。泡制前麻茶的方法也很简单，准备1茶匙的前造前麻叶，用热水冲泡。我通常建议泡个10分钟左右，让叶片里的精华完全释放出来。它的味道带有一种淡淡的草本清香，喝下去非常顺口。对于那些长期觉得腰酸、容易疲劳，或是担心肾功能退化的朋友来说，这款茶就像是给肾脏的一剂温柔补药。它不走极端，而是透过消炎和增强过滤功能，让你的肾脏重新找回工作的节奏。每天早晨，当你闻到这股来自森林的气息，就是在为你的健康打下最坚实的基础。现在，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厨房里最平凡却也最强大的2样东西——姜和柠檬。这款姜汁柠檬茶可以说是保养肾脏最平民化也最有效的良方。我们先来说说姜。姜里面含有一种叫做姜辣素的成分，它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和抗发炎高手。当我们喝下热乎乎的姜茶，全身的血液循环会被启动，就像是帮老旧的引擎加了润滑油。血液循环变好了，肾脏得到的血液量就充足，过滤废物的效率自然也就提高。而且姜还能帮助保护肾脏细胞不受氧化压力的伤害，这对预防慢性肾病非常有帮助。再来谈谈柠檬。柠檬最珍贵的地方在于它含有丰富的柠檬酸。你知道肾结石是怎么形成的吗？通常是因为尿液中的某些物质结晶化了，而柠檬酸就像是一个守门员，它能与钙结合，防止钙在尿液中形成结晶，进而大大降低了患上肾结石的风险。
有研究显示，每天摄取足量的柠檬水，可以增加尿液中柠檬酸盐的浓度，这对保护肾道畅通至关重要。这款茶的制作非常容易，完全不需要去中药房寻找。切1-2片新鲜的生姜，放入杯中，倒入热水，浸泡5分钟，等水温稍微降下来，不再烫手的时候，再挤入半颗新鲜柠檬的汁液。为什么要等水温降一点呢？因为过高的温度会破坏柠檬里的维他命 C。我常跟病患说，这杯茶不仅好喝，还能让你的身体感受到温暖与力量。早晨喝上一杯，你会感觉肠胃舒展开了，血液流动顺畅了，连呼吸都变得更有力。肾脏在得到水分的同时，也得到了姜的温暖保护和柠檬的防御屏障。这是一份来自厨房的礼物，简单、便宜，却能为你的肾脏建立起一道坚实的防护线。接下来要介绍的这款茶，大家一定都非常熟悉，那就是世界3大饮料之一的绿茶。绿茶之所以能红遍全球，不只是因为它甘甜好喝，更因为它对身体有助极大的益处，特别是在保护肾脏细胞方面。绿茶中最强大的成分叫做儿茶素 catechins。 儿茶素是一种威力强大的抗氧化剂，它在身体里就像是肾脏的贴身保镖。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中充满了自由基和氧化压力，这些东西就像是铁锈一样，会慢慢腐蚀我们的器官，而儿茶素能捕捉这些自由基，减少肾脏组织受到的氧化损害，从而保护肾脏微血管的健康。有些老人家会问我，医师茶里面不是有咖啡因吗？喝了会不会对肾脏不好？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事实上，绿茶的咖啡因含量比咖啡低得多，而且绿茶里还含有茶氨酸，这种物质能帮助稳定神经，抵消咖啡因带来的焦虑感。只要不过量饮用，绿茶提供的抗氧化保护力远远超过了咖啡因带来的负担。不过，我也要提醒大家，喝绿茶要讲求方式，最好的时间是在早餐后喝一杯，不要在空腹的时候猛喝浓茶，以免伤胃。同时，我们也不建议用绿茶来代替所有的水分摄取，它应该是日常饮水的一个增强版。想象一下，每一口绿茶入喉，那些细小的儿茶素分子就像是一群小小的修理工，正在帮你修复受损的肾细胞，并清除掉代谢产生的垃圾。这是一种长期的投资。虽然喝一杯绿茶不会让你立刻变强壮，但10年、20年坚持下来，你的肾脏功能一定会比同年龄的人更稳健。所以，别再只喝含糖饮料了，试着给自己泡一杯清新的绿茶，让身体感受一下这份天然的保护。最后，我要推荐一款色彩最亮丽，对肾脏也极其重要的茶饮，那就是洛神花茶。洛神花那种深红、近乎宝石般的色泽，不仅看着让人愉悦，它里面更蕴含了强大的健康密码。为什么我会把洛神花放在最后，并如此强调它呢？因为它具备了一个对肾脏非常有益的功能，帮助降低血压。大家都知道，高血压是导致肾功能损坏的头号杀手。想象一下，肾脏里面的微血管是非常细致且脆弱的，如果长期处在高血压的环境下，这些血管就像是长期承受过大压力的水管，迟早会爆裂或变得僵硬。一旦血管坏了，肾脏的过滤功能也就宣告瓦解。洛神花含有丰富的花青素 anthocyanins， 这是一种多酚类物质，它不仅能帮助扩张血管，改善血液流动，还能减轻血管壁的发炎情况。一些科学研究数据告诉我们，定期饮用洛神花茶的人，其血压控制的效果往往比不喝的人更好。当血压稳定了，肾脏就不需要承受那种高压工作，受损的风险自然就降低了。洛神花茶的口感微酸，非常清爽，制作方法很简单，
使用1茶匙前造的洛神花，或是2-3朵钱花，加入热水冲泡即可。如果你怕酸，可以稍微加一点点天然的蜂蜜调味，但千万别加砂糖，因为过多的糖分对肾脏也是另一种负担。在早晨喝一杯红艳艳的洛神花茶，不仅能唤醒你的味蕾，更是给血管和肾脏做了一次温柔的痧。它那强大的抗氧化和降压能力，是我们在对抗慢性病路上的一大助力。我常对家里的长辈说，这杯红色的茶就像是我们身体里的护城河，帮我们挡住了高血压这波洪水猛兽。如果你有血压偏高的困扰，除了遵循医嘱服药，这款茶或许能成为你日常生活中最好的自然辅助方案。让我们一起为了肾脏的健康，浅了这杯红色的生命之水吧。在这里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这是我的一位老病人，我们叫他林阿公。林阿公今年72岁了，住在台中的大甲，是一个非常开朗的人。但就在几年前，林阿公的生活变得很辛苦。他跟我抱怨说，他每天晚上的睡眠都被打断，必须起来上山4次厕所，这就是我们说的夜尿。这不仅让他睡不好，白天也总是感觉精疲力竭，整个人看起来很没有元气。后来，除了原本的治疗，我建议他试着调整早晨的饮水习惯。我告诉他，可以试试看，每天早晨给自己泡一杯温暖的洛神花茶。起初，林阿公也是半信半疑，但他是一个很听话的长辈，真的每天早上起来就慢条斯理的泡茶、喝茶。几个月过去了，林阿公回诊时，整个人气色红润了不少。他兴奋地告诉我，他的夜尿次数减少了，血压也变得比以前更容易控制。最重要的是，那种长期笼罩着他的疲劳感，竟然慢慢散去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其实，照顾肾脏病，不需要什么昂贵的灵丹妙药，也不需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改变。真正能救命的，往往是那些你每天坚持的小习惯。就像林阿公一样，一杯简单的洛神花茶，再加上正确的饮水观念，就能在时间的积累下发挥出惊人的力量。健康不是100米冲刺，而是一场马拉松。你的肾脏已经为你服务了几十年，现在该是你用一杯温茶回报它的时候了。说了这么多，我们最后来做个简单的总结。今天我们介绍了6种对肾脏极具帮助的晨间茶饮，包括天然利尿的蒲公英、对抗发炎的前麻、保护血管、防结石的姜汁柠檬、充满抗氧化力的绿茶，以及降压高手洛神花。你会发现，这些材料其实都很简单，在超市或中药房都很容易找到，而且价格也非常平实。保护肾脏真的不需要花大钱，需要的只是你的用心。我们的肾脏在我们的一生中无怨无悔地过滤了成千上万公升的血液，它是我们体内最沉默也最辛勤的功臣。在影片结束前，我想再次提醒大家，虽然这些草本茶对身体很有益处，但它们并不能取代医师开立的正式药物。如果你本身有严重的肾脏病，或是正在接受特殊治疗，饮用前一定要咨询专业意见。现在，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。听完这6种茶的介绍，你最想先尝试哪一种呢？是清新爽口的绿茶，还是温暖的姜汁柠檬，或者是红艳动人的洛神花茶？请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。你的每一个分享都可能帮助到身边更需要健康资讯的人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请记得点赞并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你最关心的家人和朋友。让我们一起用这些温柔的小改变，守护我们最珍贵的肾脏健康。我是你的健康伙伴，我们下次见。